大家好，我係心心，繼續同大家講易經。我哋神廟好多，動不動就求神，動不動就拜鬼，咁人嘅自主性去咗邊呢？如果話求神拜佛就可以發達，就可以平安，我哋乜都唔使做，人類社會仲可以進步咩？我哋之所以去求神拜佛，之所以去算命，就係對無常嘅人生難以掌握，希望可以提前知道自己嘅命運，希望有神秘嘅力量可以保佑自己避開災禍。易經64卦成日有吉凶嘅字眼，所以被好多人用嚟占卦算命，希望可以趨吉避凶。掌握咗易經，係咪就可以趨吉避凶？自天有之，吉無不利。呢句話我哋重複咗好幾次，就係提醒我哋要自己去了解天理，順從自然，就會得到吉祥。亦即係話，我哋重視嘅係人，係自己。其實易經就係將自然嘅規律轉移到人事方面嘅倫理，所以倫理係從自然而嚟。自然咁有秩序，係邊個喺度管呢？如果當年伏羲氏話係神喺度管，咁我哋就產生宗教啦。但係佢冇，佢話係陰陽嘅互動，係自然嘅孕育，冇乜嘢特殊嘅主宰，係兩種唔同嘅力相互作用，好自然咁產生萬物不斷運行。易經點解可以咁神？我哋用一個神字就表示佢好神奇、好神妙、好高明，就係因為佢有3個特性。易經超越咗所有神學、哲學、科學，佢涵蓋咁多嘢，究竟佢有邊3個特性呢？我哋下回分解。